大家好，咱今仔日这段是台湾教会公报第587卷伫遮吼，1934年2月份。同款，今仔日要来带读林茂生博士所写的《新台湾话第2卷，这算是第4期。第一个词，麦群还是麦菌，极小细的活米，米伫食物的中间会生炭，若米伫动物的内面会做有路用的米。也有时会滴到起破病。这句话是对国语的麦菌来，是对英语的 bacterium 复数 bacteria 来直译的。古来有叫做微生物，就是上一个意思；也有时叫做细菌，拢是相同。民国有源有在用。第二个词，万能。逐项 A 无所毋的万官能、全能的意思，对国语的万能来，甲英语的 omnipotent、almighty 相同。民国有源有在用。这句话也有做复合名词，亲像黄金万能。后一个词买收还是买收，有2项意思：一做一个买起来。二，用利益来引诱人甲咱相同，是对国语的买收来，甲英语的 to buy ever、to corrupt 同义。照看民国也袂得用。问题，政府出来地买收土地，还是讲买收议员来通过这个议案？后一个词米商，做米的生意。对国语的买商来，甲英语的 rice dealer、rice merchant 相同。问题，伊是这所在出名的米商。后一个词番号，就是号头的意思，用数字来记载的号头。对国语的万五来，甲英语的 number 相同。民国较常叫做号码。问题，你捌伊的房间的番号啊无？意思就是，伊是住伫第几号房。后一个词番地，户口的号头，对国语的万字来，甲英语的 the number of a house 相同。民国虽然有在用，总是较常是用门牌号。问题，我的厝是行顶5番地。后一个词罚金，犯着法律还是禁令的时，做较轻的，用金钱来缴纳，免得受关的一项的法度。对国语的罚金来，甲英语的 fine 相同。问题，伊互人罚金50块。民国有源有在用这句话，语源是对汉文来看。请大家家己参考。最后一个词，奋发，鼓舞精神、奋起心神的意思，对国语的奋发之来，甲英语的 effort、to make an effort、to bestir oneself 相同。民国有源有在用。原来这句话是对汉文来的看，请大家家己参考。问题，着较奋发的，若无你会死去。以上是咱这段的带读，同款咱后一段接过来整理这篇文章内底一寡字词的写法，咱做伙来做分享、做研究、做探讨。以上感谢大家时间。